10月25號星期六呢段表同大家睇睇主要外匯、貴金屬、加密貨幣同埋一啲能源期貨嘅走勢。之後免責聲明，本篇內容純粹已經分享同埋教學內容，唔會構成任何買賣建議。投資者入市之前，記緊留意清楚自己承擔風險嘅能力。先睇美匯指數繼續係橫向發展嘅，不過咧上落範圍就去咗近呢幾個月嘅上半部分。範圍向98到99.4，闊啲嘅範圍咧97到100。歐羅對美元上落範圍 1.1550 去到 1.17， 闊啲嘅範圍下邊睇 1.14， 上邊睇 1.19。英鎊近一個月嘅上落範圍 1.33、1.3450，繼續到喺呢度上落噶啦，闊啲嘅範圍下邊 1.31， 上邊 1.36。美元對瑞士法郎上落範圍 0.79 到 0.8050， 跌出 0.79 會試 0.76， 上邊下一個阻力係 0.82。美元對日元上落範圍150到154，闊啲嘅範圍146去到上邊159。美元對加元上落範圍 1.39 到 1.4050， 闊啲嘅範圍 1.3750 到 1.4150。澳元對美元近呢兩個禮拜波幅大幅收窄啊！今日上落範圍 0.6480 到 0.6250， 闊啲嘅範圍 0.64 上到上邊 0.66。紐元對美元上落範圍 0.7 到 0.5750， 闊啲嘅範圍下點 0.5640， 上邊 0.5850。跟住睇睇金價，上個禮拜跌咗落嚟之後咧，跟住向低位徘徊，上落範圍咧4050蚊到4150，闊啲嘅範圍咧睇下邊3900，上邊咧約摸4300到4400。白銀上落範圍48蚊到50蚊，闊啲嘅範圍下邊44，上邊54蚊。紐約原油期貨上翻去61蚊上邊，咁啊高一級嘅阻力66蚊，支持位61，跌穿去試翻56。天然氣期貨上落範圍2個9到3個半，闊啲嘅範圍2個6到3個8。跟住睇睇加密貨幣 Bitcoin 低位徘徊，響呢個106000到112000之間度上落，闊啲嘅範圍下邊10萬，上邊咧125,000。以太幣上落範圍3700到4000蚊，闊啲嘅範圍下邊3400，上邊咧4500。Solana 上落範圍175到210，闊啲嘅範圍160到220。XRP 上落範圍2個3毫半到2個6，闊啲嘅範圍2蚊到2個9。Dogecoin上落範圍 0.18 到 0.2， 闊啲嘅範圍 0.15 去到呢個 0.26。好，呢段片分享到呢度，多謝收睇。